来到四星级饭店，除了入口上基本的实验制、消毒、加量体温等防疫管制，也有一套旅客会当自助式 check in 的设备，嘛是减少接触的防疫作为。你随着淡市旅馆工会理事长的脚步，会当看到目前虽然无多伫店内用餐，不过为了因应疫情降级，甲有条件开放以后。饭店不管西餐还是火锅，早就做好架帮，适合安全距离。甚至日后餐点会有专人服务硬菜等万全的准备。业者表示，一直以来拢全力配合市府的辅导认证，做回来拼观光。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太敢出来用餐，尤其是内用这一块。但是呢，我们台南市政府其实从去年我们就推出安心住宿、安心餐厅，就是说一直在防疫这块我们都做得相当好。所以这次我们管理局还有我们工会推出这一个标章的认证，就是说进一步的把一些防疫措施做得更彻底、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安心。第一个能够来我们旅馆的餐厅里面用餐，那也希望这样能够提升住宿的意愿，那让我们这个旅游产业复苏的快一些。为了拼观光，台南延续去年疫情初期所推出的安心餐厅加安心旅馆，今年再次率先全国要推出加强版的防疫安心标章。观光旅局嘛邀集旅馆、民宿等相关代表来签署，表达支持。邀请到我们3个工会的一个工协会的理事长因为我们这个防疫安心标章的一个安心内用的一个认证计划我们其实也希望说早日来启动那启动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业者在这之前我们做了蛮多的协商他们也很支持跟认同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透过从旅宿业里面的餐饮开始先做，让民众可以有一个安心防疫的一个旅游的环境那所以当然这5星就是实在安心、住宿贴心、游玩开心、购物暖心跟行很放心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在执行所谓的观光旅游一个安心旅游环境营造的一个重点。为了帮助旅馆业者渡过难关，迎接解封的热潮，市府伫有限的资源，由原推出防疫补助，依照客房数的最少，上济补助到8万块。政府甲民间合作加强防疫，就是要让来台南住房甲餐饮拢会当安心。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